别人跨越1整年，我们跨越1世纪。100年唯一一次，跨越100年倒数。8大场景，3大舞台，陆海空玩大港。12月24号到1月3号，让我们以光为名，一起照亮100年高雄。这个对。相当好耍。小戴好啊，你遐高拍球吼？系啊，我不止高拍，我嘛高哦，真的吼，我想你拍球拢无时间嘞。有啦有啦。来，那你带我来这套。好，谢谢，来行。怎么瘦肚子会比较好？就是要多运动。哦，多运动，多运动。但可是运动又吃这个呢，那怎么办？深蹲10个。次数是10下。敢接受我的挑战吗？加油吧！收到乔红的健身开战吧挑战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不能做伏地挺身，所以我从这里再抽出就是别的动作来做刚刚乔红说的10下。这里，好，10下，深蹲10个。好，我完成挑战了。我也要点名闪电狼、黄贤勇，还有我姐戴静婕。我接下来要抽出你们要做的挑战动作跟几下。伏地挺身，然后再来是几下。嘿，8下，轻松，看你们敢不敢接。